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7章30节到46节，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轮做。台语有一句俗语话讲，无鱼下嘛好，也就是讲，第一个目标达袂到，那安尼第二个嘛无要紧，是毋是？咱讲啊，有啥物物件拢无要紧啊，只要有就好啊。另外一句台湾俗语话安尼讲，怨无怨少啦，吼。头前咧讲这形容，用伫这个以色的心情是上适合的。以色因为家己看轻大囝的名分，也因为是小弟甲老母联手来欺骗，就失去了大囝的祝福。但是伊犹原持续伫拯救伊的老爸以撒，甲伊祝福。咱讲起着雅各欺骗着大囝的祝福了后，得罪上帝，也因为安尼，伊必须爱付上相当的代价。伫咧离开老爸的家，前往阿古列班的厝。必然的日子，也就是伊付上代价的年日，总共有21年久。以色呢，伊的罪就是伊看轻着大囝的名分，伊看轻上帝所应允要互伊的祝福，因为安尼就失去了大囝的祝福。圣经记载一段的故事，以撒甲雅各祝福完，雅各拄出来，伊的阿兄以扫就拍拉倒转来。以扫也煮好着好食的肉，提到着老爸的面前，讲：爸爸，请你坐起来，食我替你拍来的野味。你通好来祝福我。以撒就问讲：你是甚物人？以扫回答讲：我是你的大囝以扫。以撒全身躯皮喘，伊问伊讲：那安尼拄则摕野味互我的是甚物人？你入来以前，我已经食，我已经祝福伊。这个祝福将来永远属于伊。以扫听到这句话就非常的痛心，伊就放声大哭讲：爸爸，请你嘛祝福我。以撒回答讲：你的小弟入来欺骗我，抢夺去你的福分。但是照着圣经的记载，咱看见着以扫认为红豆汤事件是小弟欺骗伊大囝名分的计谋。伊讲，这是伊第2摆欺骗我，也无怪伊的名叫做雅各。伊抢走我做大囝的名分，现在又搁夺去我的福分。但是伫这个同时，咱嘛看见失去大囝祝福的以扫，伊并无放弃，伊继续拯救伊老爸以扫的祝福。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以扫表达着伊后悔的心，更加表达着伊积极争取祝福的心志。伫圣经安尼记载，以扫讲，这是伊第2摆欺骗我，也无怪伊的名叫做雅各。伊抢夺走我做大囝的名分，现在又搁夺去我的福分。
老爸啊，你无留一寡福分互我吗？以撒回答伊讲：我已经立伊做你的主人，互所有的兄弟拢服侍伊。我也祝福伊，互伊五谷、米酒。我的囝，现在我也会当甲你做甚物货？以撒继续老爸来哀求，讲：老爸啊，你只有一样祝福吗？求你嘛祝福我吧。讲完就大声低哭。就因为安尼积极的请求，互以撒不得不为着伊来祝福。我想伫这个代志顶悬也看见一个真积极争取的人，就必定会接受到上帝互伊的祝福啦吼。所以咱会当伫以撒积极的心志的中间看到。圣经继续讲，因为安尼，以撒就讲天顶的这个甘霖无降互你，肥软的土地你无分，你着爱挖靠着刀剑来生活，爱服侍你的小弟。但是当你反抗伊的时阵，你将要摆脱伫伊的锁链。因为以撒祝福的最后一句话，就带来到伫以撒报复犯罪的心。经文继续的记载讲，以撒怀恨雅各，因为伊老爸祝福雅各，伊心内就讲：爸爸你要死啊！当丧事过了后，我要来杀雅各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就造成了雅各需要来流亡他乡。这个他乡就是转去到伫伊的妈妈利百加的故乡，去投靠伊的阿舅列班。正着安尼对雅各的罪，对以撒的轻看，基本上咱拢看见，这拢是对伊的老母利百加的原生家庭的问题。列班伊嘛是用欺骗来过生活。利百加的问题就是将囡仔分做两国，挺胜雅各，却讨厌以撒，甚至以撒的太太。利百加讲：你听我讲，你的阿兄以撒要找你算账，杀害你。我的囝，你爱照我的话做，即时往哈兰去投靠我的阿兄列班，甲伊住一寡时阵，等你阿兄以撒去消了后，要记起你对伊所做的事，我就派人接你回来。我何必伫一天的内底失去两个囝？利百加阁对伊的丈夫以撒讲：我讨厌以撒迄两个赫人的某，如果雅各嘛娶赫人的女子，我死会好啊！这是一个真表达着负面家庭教育的例。以撒的家庭问题，就亲像保罗甲罗马教会伊伫批中间所写的：人会无敬虔不义来遮看着真理。因无敬虔，无有上帝的公义，因此因就遮看着真理的眼目，就离开上帝的真道。圣经咧讲，上帝就对天顶显示伊的受气。上帝处罚因，因为关于伊的代志，人会通知，已经清清楚楚来摆咧伫伊的面前，是上帝亲自因显明的。圣经内底时常提醒咱，着爱面对咱的罪性，爱愿意认罪。因为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伫光的下面
黑暗是无位通好味的。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佮安尼来提醒：上帝迄个看袂到的特性，就是伊永远的大气力甲神性。其实对创世以来拢看会到，是对伊所做的万物来辨认出来。所以人无有甚物款的借口。因虽然知上帝，却无将迄个荣耀来归互伊，也无感谢伊的思想来真奇怪，心内真愚妄，因掠做家己真聪明，实在是真戆。因无敬拜永生的上帝，反倒转去拜偶像。就是遐会照要死的人，禽兽、走兽、虫拖等形状所制造出来。所以上帝凭着因对着心理的欲望来做下流的事，因彼此来染拉散家己的身体，因放弃上帝的真理。宁可接受着虚假的白贼，因敬拜受造之物，无敬拜迄个造物的主。主是永远应该受着恶乐的。阿门。无敬拜上帝去敬拜偶像是一个罪，代表着人昏暗的心。保罗警戒因即种放弃上帝的真理，接受虚假，敬拜受造之物，无敬虔的敬拜造物主，即种的人的罪会致到因进入伫死亡，失去了上帝的祝福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坚持行伫真道顶悬，追求永生的道路，互阮来脱离违背上帝的罪，专心来跟对主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